今日嘅重點新聞有：立法會議員上國情班講到河南水災同宏福苑大火做比較，但冇提到當年有大陸官員要落台。倫敦經貿辦間諜案上訴期屆滿，袁松標冇提出上訴。仲會同大家回顧下7年前嘅721元朗無差別襲擊。7月21號焦點10點半，我係偉恩。立法會議員到北京上國情班，有京官以2021年河南水災類比舊年大埔宏福苑大火，分享習近平思想同救災經驗。不過似乎冇人提起當年水災有官員喺災後7個月內被革職。分析認為，即使中國經常有官員因為天災人禍落台，但中央委任嘅官員仕途基本上唔受影響，相信香港嘅司局長同樣會安然無恙。吳俊榮報道。聽專題講座，抄下筆記。班立法會議員今次又學到啲咩呢？原來國情班講解，由2021年河南水災救災去睇宏福苑大火，教授習近平指導同埋中國救災經驗。講翻少少背景資料，2021年7月河南水災。雖然主因係極端暴雨，但政府明知就嚟有暴雨，都冇停工停課，甚至無預警咁洩洪，結果造成389人死亡同失蹤。唔少議員喺社交媒體分享呢次嘅學習內容。不過事件中，鄭州市委書記最後革職落台，唔知係講者冇提，定係啲議員唔敢提啦。望返香港，宏福苑大火去到而家就嚟8個月，但冇一個官員有為呢件事件道歉，甚至落台。聽證會上邊咧揭露咗至少4個唔同嘅部門啦，即係醫療主處、ICU 勞工處同埋消防處，佢哋喺呢件事演變成為而家咁樣咁嚴重咧，都有不可忽視嘅責任。以上4個嘅部門首長咧，最低限度咧都要企出嚟去公開解釋翻啦，同埋同我哋道歉，又或者甚至係做一啲更加有責任嘅行動咁樣。而其中一個最睇到佢哋負責任嘅行為，就係佢哋辭職去落台。對居民嚟講，問責唔係純粹懲罰或者補救。佢哋喺以前已經令到我哋宏福苑嘅居民失望咗唔止1次，係好多次。好多嘅居民去投訴都好，得出嚟嘅結論都係唔成立。我哋要嘅聽到嘅唔係我哋之後彌補咗為你哋做咗啲乜嘢，而我哋要佢哋對翻嗰陣時候冇做到嘅嗰啲事去承擔翻相應嘅責任。公眾雖然成日聽到中國一發生啲咩天災人禍就有官員落台，不過有時事評論認為呢啲只係假象。當然，中共去處理問題，當然唔係講追究責任啦。佢追究嘅嘢就係點樣能夠平息爭議、推卸責任，然之後維護佢自己嘅政權嘅穩定啦。河南鄭州呢個720特大暴雨水災，當時候咧唔會追到上河南省委書記嘅。Okay? 河南省委書記就係中共中央親自任命嘅，佢會追到邊個位呢？鄭州市委書記。鄭州市委書記唔係中共中央任命嘅，換言之，佢要知道隔一層咧就可以打啦。放返去香港，佢認為司局長係北京任命，按照河南水災個邏輯，最終會喐到嘅就只有佢哋下面嘅部門首長。香港駐倫敦經貿辦行政經理袁松標違反英國國安法判監8年，法定28日嘅上訴期限已經屆滿，佢至今未有提上訴。本身係退休香港警察嘅袁松標被裁定協助外國情報機關罪成。港府早前話，若果袁松標上訴，必要時會提供法律保障。佢嘅名已經由政府電話簿消失。本台向港府查問佢係咪仍然受僱，有冇資薪或者係停薪留職，但至今未有回覆。商經局局長邱應華接受 Now 新聞專訪時話，外界無理抹黑經貿辦嘅工作，話案件唔會影響香港繼續喺其他國家開設經貿辦。
美國上星期宣布取消制裁9名中港官員。香港自由委員會基金會政策與倡議經理許穎婷批評美國嘅行動未能夠為呢一啲人為持續鎮壓香港負責，更加破壞咗美國兩黨為呢件事付出嘅努力。其實係同舊年佢哋喺 Madrid 經貿磋商嘅時候係有就香港同埋投資問題作出咗一啲嘅承諾，而今次呢個行動呢，就係同嗰陣時傾過嘅嘢有關嘅。咁但係美國政府嗰一方面就未有就呢樣嘢係有回應或者有清楚交代過究竟當時佢哋談判咗啲咩，即係講咗啲咩啦。咁所以都令到我哋係擔心嘅，即係呢項制裁係咪用咗嚟去做一啲交易嘅籌碼去談判同香港人權冇關嘢咯。許穎婷話：過去6年，香港人被打壓嘅情況未有改善，跨境鎮壓越嚟越嚴重。但美國方面而家取消制裁，係低估咗事件嘅嚴重性，削弱咗美國問責政策嘅可信性，亦都影響港人日後就香港情況進行更多談判嘅能力。香港警方以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為理由，搜查田園書屋同樓下書舍。據報涉及事件嘅書籍《為紅花綻放：習近平時代的認同與歸屬》喺台灣掀起搶購潮。由台灣衛城出版社出版嘅《為紅花綻放》，總編輯洪志漢喺社交媒體賬戶發布裝訂廠嘅影片，話希望呢本書能夠喺台灣綻放繽紛多樣嘅色彩。《為紅花綻放》係由美國國家公共電台記者馮哲雲撰寫。透過銅鑼灣書店已故店長林榮基等20位受訪人物，描寫習近平時代中國社會嘅身份認同與政治變遷。百度百科已經將馮哲雲標籤為反華專業戶，批評佢恃住自己華裔嘅相貌、識得中文等嘅優勢，長期報導中國負面新聞。另外，有台灣傳媒報導，一間喺香港同台灣都有分部嘅物流公司宣佈，為咗配合香港國安法，即日起拒絕運送違法嘅書到香港，亦都會事先審視寄書清單，同拒絕為被港府調查嘅書店服務。追光者成立半年啦，多謝你嘅支持，我哋會繼續努力。新聞有價，記得訂閱 Patreon， 期待你成為我哋嘅一份子。中國同菲律賓再次喺南海爆發衝突，菲律賓嘅橡皮艇同中國巡邏艇人員以木棍同船槳互相攻擊，最少1名菲律賓海軍士兵受傷，雙方都指責係對方首先動武。霍柏全報道。菲律賓小艇，這裡是中國海警，請與我保持安全距離，否則由此引發後果由你一切承擔。公布，哎。離開，離開，等我，走，快，好，走，中國海警同菲律賓海軍喺南海海域打起嚟，場面一片混亂。對峙期間，中國海警不斷警告菲方離開，更揮棍攻擊對方。這是中國海警，請立即離開，離開，離開，等我。事發喺星期一，喺南海仁愛礁附近，菲律賓指控中國海警派出一艘載有8個人嘅快艇，駛向菲軍長期駐守嘅軍艦馬德雷山號，並喺附近繞行同拍攝。菲軍隨即派出2架橡皮艇驅逐佢哋。菲律賓方面話，中國海警用木棍攻擊佢哋，更打傷咗1名海軍人員嘅頭部，批評中方公然漠視安全，並加劇南海緊張局勢。中國之後發布另一段片，試圖證明係菲律賓海軍喐手先，指對方多次無視警告，率先包圍同撞向中國嘅巡邏艇，中國先至會作出對等反制，強調已經最大限度保持克制。但係到底點解呢片海域會引起咁大爭議呢？
2016年，國際仲裁庭裁定，仁愛礁附近海域位於菲律賓沿岸200海里嘅範圍內，係菲律賓嘅專屬經濟區。但係中國至今都拒絕承認，所以呢10年嚟，中菲分歧始終仍未解決。中菲媒體對事件亦都呈現兩個完全唔同嘅版本。菲律賓媒體集中報導中方揮棍打傷菲軍，而中國官媒就提都冇提及過傷者，反而強調係菲方喐手先。美方譴責中國今次採取嘅係一個危險同埋侵略性嘅行動。中國外交部召咗菲律賓駐華大使發言人林健批評菲律賓海軍係喺中國海警船進行正常維權執法行動嘅時候，故意派出小艇衝撞，話中方不得不堅決依法應對。佢又批評菲律賓事後歪曲炒作，已經向菲方提出嚴正交涉，敦促停止海上嘅滋事挑釁同埋不實炒作。但係中菲衝突其實喺今次事件之前就已經不斷上升。中國官媒《中國日報》上個星期發布一段 AI 片，將菲律賓人畫成一隻受美國同日本操控嘅馬騮，被逼喺船上唱卡拉 OK。條片最後更將2016年南海仲裁裁決畫成一張廢紙。菲律賓外交部批評影片侮辱菲律賓人，更帶有種族歧視，要求中方即刻下架影片。英國新任首相貝安德星期一上任，內閣完整名單出爐。施紀賢內閣多名舊部雖然有得留低，但就經歷一場大洗牌。較令人意外嘅係早前因為不滿國防預算，喺6月辭任國防大臣嘅賀里安獲任命做財相，前黨魁文立彬就成為外相，馬曼婷留任內政大臣，原外相顧以為就調任衛生大臣。至於曾經向前首相施紀賢逼宮嘅前衛生大臣施卓添，就成為新任嘅國防大臣。舊年因為印花稅醜聞辭職嘅前副首相兼房屋大臣韋雅蘭，就回歸房屋大臣一職。喺美國紐約，中國民主黨國際聯盟主席芥立健喺街頭被3名亞裔男子襲擊，一度失去知覺。芥立健喺事發前幾日向美國法院入稟，起訴中國跨境鎮壓示威者。佢話面對中共嘅跨境鎮壓同死亡威脅，絕對不會退縮。梁思哲報道。我想說，中國政府休想是不可能的，是絕對不可能讓我們是停止繼續把他的罪行公布於眾的。瞓喺病床上面嘅芥立健插咗多條喉管，聲線虛弱，但係態度非常堅定。佢憶述上個禮拜3喺紐約法拉盛街頭發現有3個亞裔男人一路尾隨，於是加快腳步試圖擺脫，點知走到植物園附近嘅時候，對方突然向佢揮棍狂打，佢忍痛繼續向前跑，見到有巴士嚟到就走上車。但係坐低之後，隨即失去知覺，直到上個禮拜6先至喺醫院深切治療部醒返。據醫生轉述，救護人員喺巴士發現佢嘅時候傷勢嚴重，立即將佢送院，目前靠營養針維持生命。伏擊事件之所以備受關注，在於時間點相當敏感。芥立健透露，事發前大約1個禮拜，佢聯同律師團隊向紐約南區聯邦法院提出民事訴訟，控告中國政府、中國駐洛杉磯總領事館等人員今年1月喺洛杉磯領事館外面涉嫌毆打同埋以胡椒噴霧襲擊示威者。所以唔排除有人就案件進展對佢跨國鎮壓。有一口氣待，還是那句話，把這些事情案件將偵辦到底，讓全世界更多了解，除非讓我死亡閉嘴。芥立健亦都提到，近期多個協助揭露中共跨國鎮壓嘅人相繼出事。例如申請咗政治庇護嘅翻譯郭斌，以及前中國人權律師吳兆平，近日先後被美國移民與海關執法局因為冇合法居留身份而被拘押。佢認為接連發生多宗事件，難免令人質疑背後係咪涉及更大規模嘅打壓行動。
日本政府公布上半年有超過2100萬人次到訪，雖然比舊年同期微跌2%，但消費金額就上升。訪日旅客中，以南韓同台灣排頭兩位，分別佔整體旅客26.9%同18.8%。香港旅客排第四，有接近130萬人次。中日關係緊張，令到中國旅客數字比舊年同期大跌6%，但上半年仍然有205萬人次到訪。至於旅客整體消費，更加創咗上半年嘅新高，相當於2300幾億港元。當中台灣旅客嘅消費力最強，累計喺日本花費折合363億港元。繼續消失的歷史系列。尋日我哋報道過導演羅恩惠製作駁斥香港誌歪曲歷史嘅片段，今日就由資深傳媒人程翔拆解另一段被香港誌以及翻新後嘅香港歷史博物館掠去嘅往事。1945年抗戰結束之後，中共為咗準備內戰，同英國秘密達成協議，俾中共可以喺香港合法存在。雙方亦都就出版報章、設立電台、人員往來同撤走東江中隊、港九大隊達成多項默契。程翔話呢一個決定改變咗戰後香港嘅命運，但中共多年嚟未有公開。想了解程翔呢一篇文章更加詳盡嘅內容，可以瀏覽追光者網頁。7年前嘅呢一晚，元朗發生721襲擊事件。大批白衣人喺元朗西鐵站同附近一帶無差別襲擊市民、記者同乘客。市民999打唔通，軍裝警員離開車站現場，甚至有警員疑似同白衣人拍膊頭。喺今日新聞結束前，一齊回顧下當年嘅片段。香港全靠你哋啊！點解唔俾報案啊？我想問點解要落閘啊？而家佢走緊啦！咩事啊？喂，你企入邊女仔？俾翻幾句，俾翻幾句，俾翻幾句。感謝大家嘅支持，追光者開台超過半年，社交媒體瀏覽次數突破3億。近期我哋增加咗人手，仲未做到收支平衡，好需要你哋支持月費訂閱計劃。詳情可以點閱我哋嘅 Facebook 或者 IG。今晚嘅新聞報道完畢，聽晚我哋繼續焦點10點半。